所以处长已经咱各位个意见，台湾吼，今上一课较轻松的吼，一个课，我嘛最爱听的，这拢是咱这个中点老师呢，这个过程内底我爱说最主要，这拢是真正真正一个经历，别这个课就是三者辅导的一个见证，那么互我要叫咱讲第二个一个，互我一个感受，等下互我讲感受完，等下过一阵后主教分享要做一个心得分享，然后过一阵来做一个踊跃啦吼。我叫咱第一句咧叫咱做一个分享，就是讲，咱拢是一个三者辅导一个见证者，见证的，就是见证者。伊咱拢每一个人拢心，这个病的，嘛是呢有受灵书一致见证，听讲一致见证见证成分，一致见证可能咱的过去当中，我若捌听你讲，迄个书信，天道书信的所在，我讲一个真正的事例，在咱二手在先的当中看见，我迄阵过去就听咱爷叫老领人在顶甲我讲，咱这拢听真正方面我有看见，当然即嘛是真正，最主要，差不多迄个重点的书讲讲摸着。当然有人伊的效果就爱看个人。当然呢，伊即个天道书信，人道经、易经、天命经，事实即个道是真正一个书信，但是用在点伫伊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中，迄发挥出来就无共款。是咱单纯人来讲，伊字真正见识，求了得了啦，当然的，人是开窍了，人伊真正发挥迄个功能，所以咧，希望有食，这是迄个讲老领人甲我讲，这是一个实际。所以讲咧，咱来求道咧，当然有分做一点啦吼。我是想讲因互我是讲形容迄个听着咧三者辅导的即个见证，是讲安尼足简单想要甲带山去，愈听愈老，就毋是安尼咯。拄好有即个机会，我有思考一个问题吼，咱做一个功课啦。咱受灵书记的当中，首先呢，当然就是亲情啦伊一个证明就是受，就是受不的事宜，共款意思啦就是应景嘛当然的定心嘛当然咱个人的心上啦在情的当中呢，快当然呢，有本钱有保证完成，足济啦咱会当好来去思考即个物件，咱会当生出足济物件出来。当然咱是本身，咱有去看影片，咱土地公求道了后，有去发展，发展大悟，迄个感动，迄个当下开悟当中，处理子的当中，厉害的当中，了后，伊发出来的当中，伊迄个欢喜，迄个感恩、感动，拄当下呢，随时即时呢，即情的当中呢，伊求着应证，了后呢，伊就是伊影声出来，所以讲迄个是咱
讲感恩不尽的，有法度用言语去表达的，有阵时呢，迄是伊真正知影讲这道真理真天明真，迄道迄个事情，迄重要性，伊求着迄当下刹那当中的事实的，人讲迄个有法度用言语去表达，迄个感受感恩的，有法度去表达的当然呢。当然呢，从这本书用的这个册书内底，有足济，然后人贵仙三者普度就是得度人贵仙。当然呢，这场呢，这场地洋大戏，三者大概普度这个大戏呢，当然要过去较无共款。过去青阳期、红阳期拢是单传独修的时代，到咱入祖的时阵，咱也看到多少经开始呢，伊开始特传。开始伫遐咧转入即个人树林应用的时代。咱知影入祖的时阵，伊是带发由受书一起的，毋是出家的时阵当得到的是这样。伊阵个带发成就，所以讲伫迄讲伫迄个当中呢，伊伫大人队中了出来，开始咧接受迄个法师家己道法。真正呢，成就一个出家众当然，虽然伫安尼过程内底呢，落来的时阵，因为伊入祖呢，伊落来的时阵嘛，传足济徒弟，足济伊修炼几啊十天，足定真的迄个啥修定书的当中来修伊一静、究竟、印性，所以讲呢，迄嘛是一种亲情。所以讲呢，这内底呢。人讲天命真传，所以讲呢，毋是咱用一般伊的一个意味，咱去测度。所以讲呢，伊内底重点的书甲因注意呢，伊发挥当中伊的属性，莫讲伊一个发挥属性，当然我也看过法华经，法华经到尾段当中呢，因为佛陀咧讲法华经，到尾呢，就足济天地。仙果的当中，法官咧护持这部法华经，所以讲伊有形的所在呢，咱会当去了解，所以讲这是咱讲不可去去形容的，所以讲呢内底呢当中呢，伊足济伊的物件，会当互咱好去探讨，所以讲伫即个内底。伊个属性的所在，当然呢，伊气天大仙，伊到当中呢，虽然伊到气界，但是伊也袂当超出这个气界当中，必须呢，爱搁受书一致，所以讲土地公，无论是潮门、潮主良，因拢到气界当中，因为到气界，咱知影讲300年。到一天福气消的当中呢，爱搁来轮回转世，所以讲呢，咱天时紧急。所以讲呢，虽然呢，到甲伊个福尽气消的时阵，搁来轮回的时阵，毋知会当呢，像过去安尼，迄个因缘，成好因缘，搁成熟无咧，所以讲因担心，所以讲呢，因为赶紧即时想要求书一致，会当超脱即个世事。轮回之中，这是不可讳言。所以讲，因为有替天仙，替天神来救导伊个事情呢，因呢透过咱重点的书，甲咱书笔呢，会当互咱做一个了解，会当互咱体会讲，天道一个事情，实在呢，咱求着道，人讲虽然求道了后，爱搁继续透过进修。人讲修道、行道，到尾到了道到证道、成道，拢无怎中间咧拢是一个过程，所以讲必须呢，点书嘛，恁书笔甲伊讲毋通干是感动尔，爱付诸于啥物，是行动，这必须呢，咱每一个人呢，拢爱深深去思考一个问题，咱讲付诸于行动。有投篮就有机会，我按刚是有讲到点的书，不管讲文字
我的诚心，互我做一个参考啦，因为互我同事吼，伊无来，咱迄个清理组长，其实我他的感情讲伊讲道理，是一般啦，毋是讲我讲伊袂晓讲道理，其实伊大人，伊是足敢好，是迄工交互我，招互我去阮迄个啥，阮过去迄个国中的一个同事遐，伊来图不小啦吼。事实讲来，伊真正担当有够。其实，互你讲，互我足够讲道理，起了嘛，当然，我交伊可能是多数较少。过去时阵，读国中的时阵，做同事，到尾拢人捧建教，迄阵有要捧一个工课的一个建教一个，伊一个听数。那么，伊交伊咧去建教活动，拄好即摆伫咧会议当中咧，搁我去互认证。所以讲迄工咧，就互我记忆迄来去遐去的时阵，迄个咧去了解讲伊即摆做迄个文书长啊，文书的文书长啦，伊树林遐做迄文书长，那么伊咧过去做足济届的一个检察官会，甚至因太太现任卖对手，伊讲伊甲讲啦，讲因太太那是那是现任的一个检察官啦。因太太父亲呢，就是爸爸，都过去做法官过，所以讲伊迄个家族那是拢交这个关系。伊的时呢，互我含互我有3位同事去啦。当然呢，去就送一本足够的册我啦，行政执行法啦，行政执行法啦，互我看内底可能牵涉着啥？当然，一般法律拢有当然牵涉着可能这个税收的部分，较主要啦，这是我有大概小可看者。当然，迄一本册交我，可能要看到目睭起的对啦当然伊嘛是想要甲度啦咱即摆我个对咱组长咱想要度，所以讲去咧，讲到尾倒来时阵，讲隔天的时阵，你洗脸他会互我收声呀，徛无声。咱讲道理也要来度。迄个讲，3点外去咧，坐到6点半啦，100分啦。同时去的时40年无见，所以讲咧，即个姻缘足难得啦互我会感受讲伊是足幸福，所以讲伊有过去有大出世毋是讲伊道理足够讲，毋是安尼啦，是即个问题。所以讲咧。咱求着道，见证着道一个事实，从伊发挥出来当中，教导同样率性即为道嘛所以讲呢，伫即个过程内底呢，当然因呢，互咱呢，上一课呢，咱讲迄个广学多闻呐，过去要做着爱讲法多闻。所以讲，咱一定爱多听多闻多学，多听人讲，多听人讲的一个经验。落来当中，即大概差不多互我一个心得啦到我们今年呢，要来做一个分享各位谢谢。要做分享，咱自告奋勇。有要讲咱的心得，还是咱过去的生活科一个经验谈。有人要参考者，若无要参考咧，我再来讲